歡迎收看2026年4月4日新聞摘要，我係 Sarah。以下係為大家選取嘅幾則頭條新聞。先嚟關注國際消息。愛沙尼亞、拉脫維亞同埋芬蘭嘅軍方分別報告，話喺靠近俄羅斯邊境嘅地方，偵測到有外國無人機活動。目前各國已經加強咗相關地區嘅巡邏。另外睇下國際消息，印尼北馬魯古地區發生咗7.4級強烈地震，蘇拉威西島有建築物倒塌。暫時知道造成1死1傷，當局而家正密切監察住最新情況。落嚟關注返 Queensland 嘅消息，Far North 地區而家正受到一個新嘅熱帶低氣壓威脅，預計到咗聽日就會增強成為氣旋。氣象局已經呼籲當地居民要盡快做好晒防風準備。喺呢個復活節長假期期間 ，Queensland Lifeblood 發出咗緊急呼籲，指目前 Queensland 嘅 O 型同 A 型血儲備非常之緊張。2026年嘅昆士蘭青年週將會喺4月11號正式展開，屆時全州各地都會舉辦一連串嘅慶祝活動，等一班年輕人可以盡情發揮創意，盡顯佢哋嘅活力。而家轉返去 Toowoomba 嘅本地消息 ，Toowoomba Speedway 喺呢個週末會舉行大型賽車盛事 NZSSA 全國房車錦標賽，吸引咗全澳洲最頂尖嘅車手齊集參與。今日 Windy Acres 薰衣草農場就舉辦咗一場別開生面嘅薰衣草田尋蛋活動，為成個社區帶嚟咗好濃厚嘅節日氣氛。Toowoomba 區議會目前正向州政府爭取3000萬蚊嘅撥款，計劃興建一個區域體育園區，希望可以借此提升當地嘅運動基建水平。嚟到呢個月，本地支援組織 Breakaway Toowoomba 就迎嚟成立40週年嘅大日子。喺過去呢40年嚟，佢哋一直都致力為有需要嘅人士提供非常出色嘅服務。治安方面，警方最近展開咗一項名為 Yankee Forge 嘅行動，重點打擊偷車同埋爆竊罪行。喺過去呢5個星期入面，警方已經喺 Darling Downs 地區拘捕咗超過100人。今日圖文巴天氣天晴，氣溫約攝氏21度，濕度53%，非常適合戶外活動。多謝收看每日新聞摘要，我哋聽日再見。